4月5日星期六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有一個以前見過耶穌的尼苛德摩，對他們說：我們的法律允許不經審問和調查，就先定人的罪嗎？他們回答說：難道你也來自加里肋亞？你去考察一下，就會知道沒有先知是來自加里肋亞的。我哋反省一下，今日嘅福音指出，法利賽人要強行逮捕耶穌，但係被尼苛德摩嘅質問而制止。呢度亦都反映咗天主嘅計劃唔係人可以改變嘅。我哋諗一諗，未審宣判符唔符合公義嘅呢？分享一下你嘅意見。自己有冇喺生活上邊都遇過呢類事情啊？分享說明一下。祈禱意向：向天主承諾努力學習教會嘅社會訓導，並喺生活上理性遵行，避免感情用事，祈求聖神增強我哋嘅信德同能力。行動回應：對人友善，並向曾經被自己亂發脾氣嘅人道歉。